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出席军人节的活动，总统伫致辞的时表示讲，国军负责咱国家的前途、百姓安全，责任重大。今仔美国嘛宣布讲，要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的军事用资，这嘛是美国头一届提供台湾军事用资的贷款。学者是分析讲，美国方面可能会提供通信设备，要来强化咱台湾海上征收的能力。 中国新冠台海紧张情势，美国国务院宣布，已经伫会国会会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外国军事用资，强化台湾防卫能力。这是美国第一摆提供台湾军事用资贷款，也是拜登为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军援了后，第二摆对台提供特殊军援。我相信对于整个区域的稳定跟安全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么国防部也表达感谢。 那么，但是有关于相关的细节，我们依据惯例不会做详细的说明。外国媒体美联社指出，美方提供军事用资，常常用伫主权国家，另外提供多一寡武器装备，包含海空防御系统、装甲车、步兵战车、无人机、弹道飞弹、网络防御甲先进通信设备，拢是被点名台湾正需要的强化能力。那至于这8000万美元，这个用在海上的就是征收，还有就是制海的这种关通系统，如果在细节的品项上面，可以推估就是声纳，还有就是一些军用数据链，包括卫星通讯以及 Link 22。苏志芬分析，美方可能提供卫星通信设备，协助台湾强化海情监控，针对海上目标的征收，进行海上战场管理。 目的应对中共愈来愈增加的伫中间地带威胁，也代表美方对台安全政策为战略模糊加向较清楚的建设性。国军扛起国家前途、百姓安危的重任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全体国人都是我们国军最大的支持。 总统蔡英文31日参加军人节甲全民国防日表扬大会，颁发国军楷模、全民国防教育杰出贡献奖等。蔡总统表示，军人节只有一天，不过国军保卫家园是365天，无分日夜，也无假日。政府各人支持国军，台湾因为国军才会强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。